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11月22，诗篇80篇1节安尼讲：上主，拯救我的上帝啊！我每日伫你的面前求救。三家头来祈祷，我每日求救来拯救阮的天父。我感谢你，主啊！你是阮的诗歌，阮的快乐，也是拯救阮的上帝。主啊！你是阮的石盘，阮要倚靠你。你是阮的盾牌，是拯救阮的角。阮要来投靠你，主啊！你是阮的高台，是阮的避难所。阮要秘伫你的膝骨下。主啊！世间人靠车靠马，总是阮要专心来倚靠你。主啊！我要对你出声求救。我的心渐渐忧闷挂虑，主啊！阮伫眠间啼哭，目屎流到满面，也无人通安慰。主啊！拯救阮的上帝啊！阮每日伫你的面前求救，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性命。阿们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